你知道嗎？只需每天吃一次，就能消除多餘的糖分並戰勝糖尿病。想象一下，一個小小的日常習慣就能開始消除血液中的過多糖分，自然地戰勝糖尿病。想象一下，通過簡單的改變，今天就能改善你的血糖、能量和生活質量。控制血糖並不一定很複雜，有一些強大的食物，如果正確添加到飲食中，可以改變你的新陳代謝。而且，一個特定的成分可以帶來巨大的不同，雖然很多人忽略了它，但它對你的身體有深遠的影響。今天我將揭示你需要用來平衡葡萄糖的食物，特別是告訴你一個通過每天一個選擇改變生活的激動人心的故事。你準備好發現如何通過自然和經濟的方法重新掌控健康了嗎？那就看到最後吧，因為你今天學到的東西可能是一個新生活的開始。第9名，檸檬。檸檬是那些想要自然控制血糖過多和戰勝糖尿病的人的真正營養寶石。富含維生素 C 和生物活性化合物，直接作用於促進營養物質的代謝。與餐前或餐中一起食用檸檬，有助於減少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數，降低血液中的糖尖峰。這個簡單的習慣可以在長期控制和預防糖尿病方面產生巨大的影響。此外，檸檬含有溶解性纖維，主要在果肉和果皮中，可以延緩腸道中糖分的吸收。這意味着食物中的糖分會更緩慢和均勻地釋放到血液中，避免令人討厭的血糖急劇變化。在餐前飲用天然檸檬汁與水的混合物是利用這種好處的一種簡單方法。另一個重要的是，檸檬通過促進肝臟產生膽汁，改善了脂肪和糖分的處理。膽汁對有效的消化和清潔消化系統至關重要。通過優化消化，機體在利用葡萄糖方面變得更加高效，降低了胰島素抵抗的風險。許多專家還強調檸檬在減少與胰島素抵抗相關的慢性炎症方面的作用。慢性炎症會損害細胞的功能，使血糖控制變得困難。將檸檬納入日常飲食有助於對抗這些炎症過程，促進更健康的內部環境。如果你尋求的是平衡、充滿活力且沒有糖尿病的生活，檸檬值得一試。小小的改變可以帶來巨大的變化。值得記住的是，檸檬的攝入應始終適量，並盡量與天然和全食物一起食用，避免模仿檸檬味道的工業化產品，因為它們沒有水果的真正好處。第8名，西蘭花。西蘭花是那些與血糖過多作鬥爭的人的超級食物，富含纖維、維生素和必需礦物質，還含有一種稱為硫福拉酚的特殊化合物。這種物質可以激活改善胰島素敏感性和減少肝臟產生葡萄糖的基因。西蘭花就像是血糖的天然調節器，幫助身體保持穩定的糖水平。難道不令人驚訝嗎？研究表明，定期食用西蘭花可以顯著降低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這種效果是由於它對葡萄糖代謝的直接影響和降低胰島素抵抗的作用。在午餐或晚餐中食用西蘭花，可以為你的身體提供對抗血糖波動的天然保護。將西蘭花納入日常飲食看似微小的舉動，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它會帶來巨大的健康益處。西蘭花的另一個優點是其極低的血糖生成指數，這意味着食用後不會導致血糖尖峰。與許多其他蔬菜和豆類不同，西蘭花在廚房中非常多功能，可以蒸、炒、烤或生吃在沙拉中。西蘭花還富含抗氧化劑，可以對抗體內的慢性炎症，這是胰島素抵抗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過增強機體的天然防禦，西蘭花有助於所有系統的最佳功能，而不僅僅是控制葡萄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硫福拉粉，西蘭花還含有豐富的鉻，這是一種有助於調節碳水化合物代謝的礦物質。這是將這種強大的蔬菜納入日常飲食的另一個理由。食用西蘭花是對健康的一種投資，越早開始，長期的好處就越大。歸根結底，這不僅僅是控制糖尿病的問題，而是生活質量的問題。說到令人驚訝的好處，在這個視頻的最後一章，我將講述一個人的故事。他通過採用我們即將揭示的最後一種成分，經歷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轉變。第7名，紅薯。紅薯是控制血糖的重要盟友，特別是因為其低血糖生成指數。與普通馬鈴薯不同，它以穩定和緩慢的方式釋放葡萄糖到血液中，避免危險的糖尖峰。這一特性使紅薯成為那些尋求平衡血糖的人的安全和明智選擇。富含膳食纖維的紅薯還有助於消化，延長飽腹感，這有助於減少對高熱量和含糖食物的渴望，從而有助於控制體重。這是抗擊糖尿病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此外，纖維進一步減緩了葡萄糖的吸收，使紅薯成為一整天保持血糖穩定的戰略工具。在盤子裏做出明智的替換是改善健康的秘訣之一。紅薯的另一個令人驚嘆的好處是其富含抗氧化劑，如胡蘿蔔素，可以保護機體免受細胞損傷。這些化合物的存在有助於對抗損害胰島素功能的慢性炎症。定期食用紅薯就是從內而外地照顧自己，增強體內的天然防禦。除了美味和營養豐富，紅薯非常多功能且易於烹飪，無論是烤、煮還是燒烤，都可以加入主餐或作為健康小吃。選擇紅薯這樣的食物就是選擇為你的一天提供優質能量。小小的飲食改變會隨着時間的推移積累，帶來巨大的健康轉變。另一個有趣的是，紅薯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C 和這些營養素有助於增強免疫系統。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糖尿病可能會削弱身體對感染的防禦能力。也就是說，食用紅薯也是通過多種方式增強健康，令人難以置信，不是嗎？別忘了，在最後一章，我將揭示一個激動人心的故事，講述一個人通過採用我們即將介紹的最後一種成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不要錯過最後的部分。第6名，黑豆。黑豆是溶解性纖維的極好來源，這些纖維有助於在餐後穩定血糖水平。纖維在消化道中形成一種凝膠，延緩碳水化合物的吸收，緩解血糖尖峰。定期將黑豆納入飲食，可以促進更有效的血糖控制，降低胰島素抵抗的風險。除了纖維，黑豆還富含高質量的植物蛋白。這些蛋白質對於修復和構建體內組織至關重要，並且能夠延長飽腹感。當與纖維結合時，蛋白質有助於保持新陳代謝活躍，避免餐間過度飢餓。用黑豆替代精製碳水化合物是那些尋求保持血糖穩定的人的實用且強大的策略。黑豆的另一個亮點是其低血糖生成指數，可以實現血液中葡萄糖的逐漸釋放，而不像超加工食品那樣迅速提高血糖。黑豆保持能量水平穩定，這意味着胰島素尖峰更少，長期健康風險更低。黑豆還富含重要的抗氧化劑，如黃酮類，可以對抗自由基並減少炎症。這些特性使黑豆成為保護血管和心血管系統的重要食物。而這些系統在糖尿病情況下常常受到影響。重要的是，
盡量選擇自家烹飪的黑豆，避免過多的脂肪或防腐劑。在家烹飪可以確保保留所有的營養成分，避免有害的添加劑。將黑豆加入湯、沙拉和主菜中是增強飲食的實用方法。第5名，樂梨。樂梨是那些想要自然和有效地控制血糖的人的最佳選擇之一。富含單不飽和脂肪，有助於提高細胞對胰島素的敏感性，使身體更有效地利用葡萄糖。此外，這些健康的脂肪有助於減少與胰島素抵抗相關的炎症。樂梨的另一個亮點是其豐富的膳食纖維，特別是溶解性纖維，可以延緩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吸收，這導致血液中葡萄糖的釋放更加緩慢和受控，避免餐後血糖尖峰。午餐或晚餐中的一個樂梨可以提供長時間的飽腹感，有助於保持新陳代謝平衡。此外，纖維有助於腸道健康，這對於良好的免疫系統功能至關重要。樂梨還富含鉀，這是一種平衡電解質和控制血壓的重要礦物質。這對於糖尿病患者尤為重要，因為高血壓是常見的併發症。定期食用樂梨是保持心臟健康和身體和諧運作的簡單方法。用樂梨片替代工業化小吃是一個強有力的決定。另一個令人驚嘆的好處是，樂梨有助於降低 LDL 壞膽固醇水平，同時提高 HDL 好膽固醇水平。這種平衡對於保護心血管系統至關重要，這對於那些不僅想控制糖尿病，還想提高生活質量和活力的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樂梨的柔和口感和奶油般的質地使其在烹飪中非常多功能，可以加入甜品和鹹食中，而不會損害健康。對於那些尋找傳統甜點替代品的人，純樂梨和可可的混合物是一個絕佳選擇。嘗試並感受這種令人驚嘆的水果如何改變你的日常生活。第4名，草莓。草莓不僅美味，而且是對抗血糖過多的真正盟友。富含溶解性纖維，有助於控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減少餐後的血糖尖峰。將草莓納入日常飲食是一種自然且愉快的方式，有助於保持血糖穩定。草莓的另一個強項是其高抗氧化劑含量，如花青素。這些化合物有助於保護細胞免受氧化應激的侵害，這是加重胰島素抵抗的主要因素之一。定期食用草莓可以增強你的天然防禦，對抗糖尿病的發展。這就像每天從內而外地為你的身體提供保護。除了抗氧化劑，草莓的血糖生成指數非常低，這意味着它對血糖的影響微乎其微。儘管草莓天然甜美，但它們以緩慢和受控的方式釋放血糖，這一特性使它們成為小吃、甜點或甚至主餐補充的理想選擇。一個實用的建議是將新鮮草莓加入天然酸奶中，製作均衡和營養豐富的小吃。草莓的另一個有趣的好處是其抗炎特性，有助於提高胰島素敏感性並保護心血管系統。正如我們所知，慢性炎症是控制血糖的主要敵人之一，因此食用草莓就是直接對抗這個隱形敵人。草莓還富含維生素 C， 這對於維持動物健康和增強免疫系統至關重要。綜合所有這些好處，草莓不僅是美味的水果，更是一種強大的天然療法工具。將這種色彩鮮豔、充滿活力的水果納入你的飲食，是為更多健康和生活質量投資。我們即將揭示最後一種成分，看看誰通過採用它改善了健康和血糖控制。第3名，黃瓜。黃瓜是最輕盈和清爽的蔬菜之一，非常適合那些想要自然穩定血糖的人。
黃瓜含水量極高且碳水化合物含量極低，有助於保持身體水分充足和血糖穩定。充足的水分攝入對於新陳代謝的良好運作至關重要，特別是對於糖尿病患者。除了水分，黃瓜還富含纖維，有助於調節消化過程中糖分的吸收，這有助於預防餐後血糖尖峰。纖維的存在還有助於飽腹感，避免過多攝入高熱量和含糖食物。一份簡單的黃瓜小吃，搭配橄欖油和檸檬，可以為你的一天帶來巨大的不同。黃瓜還含有抗氧化劑，如黃酮類和油寧，可以對抗自由基，並減少體內炎症。正如我們所見，慢性炎症是血糖失控的主要原因之一。將黃瓜加入沙拉、綠色果汁或作為小吃，是一種預防保健的實用方法。黃瓜的另一個好處是其天然利尿特性，有助於排出體內毒素和過多的鈉。這種內部清潔功能對於保持代謝系統平衡和促進血糖控制至關重要。當身體被解毒時，它對胰島素的反應更好，葡萄糖利用更加優化。黃瓜因此成為一種全面且易於獲得的盟友。儘管簡單且經濟實惠，黃瓜的營養密度使其成為日常飲食中的聰明選擇。將其納入餐食是一種實用、健康且美味的習慣，適合那些希望長期保持血糖穩定的人。記住，關鍵在於簡單和一致的習慣。第2名，沙丁魚。沙丁魚是對抗血糖過多和改善葡萄糖代謝的最強大食物之一。富含無味嘅三脂肪酸，有助於減少導致胰島素抵抗的慢性炎症。將沙丁魚納入飲食，可以增強你的機體，對抗糖尿病控制的主要障礙之一。沙丁魚的另一個巨大好處是其豐富的高質量蛋白質。蛋白質有助於延緩碳水化合物的消化，促進血液中葡萄糖的緩慢釋放，這有助於避免餐後令人討厭的血糖尖峰。將沙丁魚加入沙拉、醬料或作為開胃菜，是一種實用且營養豐富的方式，可以每天保持血糖穩定。沙丁魚還富含維生素 D 和 B12。這些維生素對能量代謝和免疫系統及心血管系統的增強至關重要。維生素 D 已被證明與改善胰島素敏感性直接相關。難道你沒有發現，一頓含有沙丁魚的簡單餐食可以提供如此多對健康至關重要的營養嗎？做出明智的日常選擇是投資於健康。此外，沙丁魚富含鈣、鎂和硒等礦物質，有助於保護心臟，而心臟常常是血糖失控的受害者。沙丁魚中的營養成分組合有助於減少與糖尿病相關的併發症風險，如高血壓和循環問題。定期食用沙丁魚就像是增強身體對多種威脅的防禦。第1名，肉桂。肉桂是自然界中最強大和受尊敬的草藥之一，特別是在控制血糖方面。這種古老的調味料含有生物活性化合物，有助於提高細胞對胰島素的敏感性，促進機體更有效地利用葡萄糖。通過改善身體對胰島素的反應，肉桂直接作用於降低血液中的糖水平。這種簡單的成分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轉化潛力，適用於那些尋求自然方法對抗糖尿病的人。研究表明，定期食用肉桂可以顯著降低空腹血糖，甚至平衡膽固醇。肉桂含有多酚，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特性，有助於整體代謝。將其納入日常飲食，無論是在茶、奶昔、酸奶中，還是撒在水果上，都是一種實用且美味的方式，可以獲得其有益效果。除了對血糖的影響，肉桂還有助於減少慢性炎症，這是血糖失控和糖尿病併發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肉桂以智能的方式作用於機體，平衡代謝過程，增強抗氧化應激的防禦。對於那些尋找自然和有效的健康策略的人來說，肉桂是大自然的真正禮物。正是肉桂改變了 Javier 的生活。他是一位58歲的男性，多年來一直努力控制血糖。在多年嘗試限制性飲食和效果不佳的藥物之後， Javier 決定採用一個新習慣，在飲食中經常添加少量肉桂。他從簡單開始，在早餐和下午茶中各加半茶匙肉桂。轉變是驚人的，僅3個月， Javier 的血糖檢測結果就顯著改善。更令人驚訝的是， Javier 表示自己有了更多的能量，疲勞減少，每天都充滿活力。他的血糖水平從曾經的波動不定變得穩定，沒有了對他有害的劇烈波動。這一變化如此顯著，以至於他的醫生減少了藥物用量，這是 Javier 從未想象過的。如果你想收到更多幫助你充滿活力和精力的視頻，請訂閱頻道。我一直在發佈視頻，幫助你在這條路上前進，因為我有一個簡單的目標，讓你變得更強壯、更健康，能夠活得更久。在你屏幕上現在顯示的視頻中，我將揭示7種強大的草藥，可以自然地消除腿部炎症。要觀看該視頻，請點擊屏幕。有了奉獻，變得強壯是不可避免的。